到云林议论界来回社区，巡捕界市落也竟然居民透过社区人潮，本来属于这片界客家意象更加鲜明。到当天还是来看到一条水产养殖业，特别嘅係地保休界拢係台灣。40万年前就开始救，困係细细窟啊30片落得救，然後呢救了就理順，佢就保掉前7片肉都會救，然後就飼到全家，細到妹規裝體差不多就20-30副都會得救。頭擺雲林縣境內，學台灣先適中嘅蔬菜就會來回社區，不過啲下養殖面積只存89甲。有段時間幾家別換別普遍，普遍生數賣，過來加數真便宜，加數真便宜就變做講本來一斤合理嘅行情係差100塊200塊，這樣就本錢，但是可能味道冇100塊，強起來強辦事，如果留錢，所以土界之前。感覺講叫了冇好啦，冇賺錢啦，就收起來。不過來回社區嘅居民並冇完全放棄學台語，也竟然從技術層面上提升，本地行傳統產業是在延續。過去得救係較冇倆要領，比較係那種講下水泄下，冇得下jou水質控制了，那冇好勢。當這一般讀書普遍來，一般時數貴下貴，唔通抓死佢。當這係真賣，就咪見到土界已經相識，已經有啊。就咪啲舊嘅藥性率就加真好啊。廖長基係當天學台語界勝利軍。本來做飼料買賣嘅佢，2年前開始學台語，當然見到我順比堂觀察台語界狂健創況。上1年順咧調銷量貨，若發現講佢是死延續嘅留去，因為死佢會帶咗一條歹嘅細菌，驚講影響人骨嘅輸入健康會變。台語學到時嚟賣，差唔多要3-4年嘅時間一久，風險自然就增加。所以像廖長基安尼個選腳，冇涉到嘅把握，係唔可以同意嚟行養殖產業界。以往以專業嘅方法落去甲見你生樹攏救生歪，生樹攏走好嘅，死嘅機會算足少嘅。廖長基還講，學台語在克服技術問題，成本就唔是少。邊佢雖然用真好多雪，不過別的雪佢會量少，佢嘅物件都算唔係講成本就高嘅。愛像安尼投比堂選項協助台語擔頭非常困難，因為只要有人行檢，台語就會未落水度。而家300平嘅比堂，通常是得學幾千隻，平均每一隻台語攏有0.3平嘅空間，差唔多學到1-2斤重就是得賣。棍出啦日棍差粗差800，市面上嘅米差要使米價800。若棍板起體一棍嘅稱量調銷算一扎一棍板以上，加一棍就粗得200 kg。學台語界南外向收入就會台語來，特別到了季節，台語攏會頭按不時上來，養師傅20頭就是得收。別等咧降落嘅師傅嘅季節其他過年咧秋咧2月，佢開始降到5-6年啦，佢調後降到青葉斑果到翻秋天，佢就冇降啊。差唔多要5個月嘅時間。大概台語嘛，攏會分別上來，種數很當多。呢隻邊佢體內
湿度下底吼，草是8外粒，但是我嘛左边降，几边要降10出头粒、10外粒、30粒，要分加火降。收起来嘅台鱼卵，除了少数拿来饭吃之外，差唔多拢本研及天正。民間嘅說法係同台魚卵沾到高陽照地擺，本人看到係補片。我看到細細嘅台魚卵按摩，見眼前一粒係要80條嘅行情。台魚嘅另外一項價值就係拿來食，無論係加入開咗爆碗湯，亦係三杯台魚，攏係當到真鮮人嘅鮮效。因為民間普遍相信台魚肉有滋陰補氣嘅功效。因因吼欠22款的氨基酸，甲別一種吼就是18種的氨基酸，而且呢，嗰粒毛分落沙，堅持每次太細吼兩抓無使食。對當現到沒落，嗰對谷地慢慢復甦，一下台魚嘅用途更加多元。挨過來嘅來回社區學台魚入閘，希望是嚟開拓小小關頭，半日行菜地產業延續經營。